月30就要开学咯。这个暑假剩最后一礼拜，这几天台中文心森林公园的注射站，有真侪爸爸妈妈带囡仔去注预防针。妈妈赶紧带家己的囡仔来台中文心森林公园快打站来注疫苗。毋但妈妈带囡仔，阁有阿公阿嬷带孙仔来注疫苗。快打站内底咧等的民众有一半拢是学生或者是青少年。因为快开学了，想说赶快打好，这样开学会比较放心一点。暑期辅导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隔壁班也有人，整班都没有来上课的，就是有人确诊。虽然他有确诊，我们至少防护力比他强一点。不相信，因为班上有蛮多同学已经确诊过了，然后这样比较安全。这几天，台中文心森林公园快打站有真侪人来注疫苗，因为过一礼拜高中1以下学校都要开学，真侪还未注疫苗的学生为着增加抵抗力，要赶伫上课进前注疫苗。在青少年 BNT 或者是一些儿童 BNT， 甚至幼儿莫德纳是有比之前大概8月初或者是7月的时候再增加一点。青少年大概5月确诊的，大概到现在也是接近满3个月，所以很多人都回来补接种他们的第3剂这样。快打站的医生强调，大部分的家长拢较惊囡仔买到新的变种病毒，所以赶伫开学进前注疫苗。以拜6礼拜来讲，一透早3点钟就注231个人，平均较无2分钟就有1个人注疫苗。家长拢希望囡仔注疫苗了后会当增强抵抗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